自由亚洲电台10月24日报道，本周加拿大议会将讨论采取新措施解决受中国迫害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民族的问题。根据环球邮报报道，10月26日，加拿大议员将讨论自由党议员萨米尔·祖比利的提案。该提案要求重新安置逃离中国并在土耳其避难的1万多名维吾尔人。祖比利表示，在加拿大安置1万多名维吾尔人的计划将有助于减少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种族灭绝悲剧。10月24日，保守党要求众议院移民委员会考虑今年春天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渥太华采取特殊措施，收容逃离中国的维吾尔人。加拿大维吾尔人权保护项目主任麦麦提图火提表示，逃离中国并在土耳其或中东避难的维吾尔人总是面临被遣返中国的风险。中国政府正试图压制其中的激进人员的声音，并通过各种方式将他们遣返。中共的这种行为应该通过国际人权组织的行动加以阻止。在中共20大的闭幕式上出现了震惊世界的一幕，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被当众架走，而在新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中，团派也被全面清零。外媒目前曝光了更多胡锦涛被架走前的画面，进一步显示胡锦涛被强行带走的原因。日前，外媒画面曝光了更多胡锦涛被带走的细节，显示胡锦涛被架走之前，与习近平的保镖和中办副主任孔绍训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僵持。胡锦涛反复想要打开红色文件确认，但被一旁的黎战书一再制止。黎战书要起身，被王沪宁拉下。其中，习近平似乎亲自示意，下令工作人员将胡锦涛架走，而胡锦涛在离场前还想伸手拿习近平桌面上的文件，也被习近平一把压住。外界认为，会议文件可能是引发这次争执的焦点，而这份红色文件，外界推测最可能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在中国国内，胡锦涛被架走的相关信息遭到了全面封杀，胡锦涛和他的儿子胡海芬的名字也成了敏感词，被社交平台开启了评论隐藏。更有网友发现，胡锦涛参加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画面也遭到了官方的删除。中国问题评论人士、历史文化学者张天亮认为，20大之后可能会看到习近平清洗一大批政敌，就是一大批反习的力量，而且是以江泽民、曾庆红这个派系为主要的打击对象。通过这种方式清洗党内的反习力量，最后能够达到习近平一人独裁的目的。但是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完，习家军一统天下的开始，可能恰恰是他走向末路的开始，因为物极必反。网上视频显示，10月23日晚间，上海市静安区有2名女孩手拿一条横幅，在大街上游行，横幅上写着“不要，要”，而且重复了3次。女孩身边似乎有同伴跟随，其中一人说：“我们也一直想做这个事。”该视频在网上引发热传，有网友说，彭仔粥之后一波接一波。上海市民称，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会翻墙，无意中会看到很多消息，他们其实心里明白，但没有动静，一旦碰到有问题时，还是比较有正义感。现在没法直接表达，因为风控很厉害，只能搞一些行为艺术或者指桑骂槐，很多人都能看得懂。路透社独家报道，在中国工作的前美军飞行员在澳大利亚被捕，面临引渡。澳大利亚的法庭记录显示，也获得2名警方消息人士和涉案美国前飞行员的律师证实，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周五逮捕了54岁的杜根，他与同一天在那里出庭。2名消息人士还称，他的律师通过视频会议出现，杜根被拒绝保释，并被带到附近的巴瑟斯特监狱。一位未获得授权公开发言的警方消息人士说，杜根是美国公民，联邦警察正在根据美国要求，在可能的正式引渡程序之前逮捕他。美国逮捕令的细节和他所面临的指控都未透露。逮捕发生时，在英国警告数十名前军事飞行员停止在中国工作，否则将根据新法律以国家安全为由面临起诉。澳大利亚也在调查有关一些前战斗机飞行员已被接洽到中国工作的报道。